有名的帕拉布，论今人所谓辣子，你叫他翁辣子也是不了哦。辣子是你厉害的老子，有名叫做王熙凤。见过二嫂子，哎呀，起来！二娘，好一个妹妹，许怪母你双凤眼子这般美丽的人儿天下少，哪想过老祖宗许仙的外甥女，分明是牛天生了凤来宝。妹妹，首先啊，妹妹，你自己来到这里呀。微微悄告诉我，新娘同你嫂子必须首先你们官军当手而至，娘令姑娘带来的人歇去吧。是。妈妈姑娘随我来。给娘带来的那个小丫头太是能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头却了给娘好使唤啊！老太太想得知道啊，请姑领姑娘。怎么，抱娘到家庙去玩玩？这份时候还不回来，也给娘她与妹妹见过礼嘛。秀罗，你去看看八二爷回来了没有？是。外甥女儿，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，我家三姑姐妹道都极好，时常在一起也做真心。这是我有一件不放心。就是我那个宝妞，八姨回来了，八姨回来老祖宗，好呀。客人，万不快来见过你林妹妹呀！去见过林妹妹啦，林妹妹。天堂丢下个林妹妹，是一个情勇刚才，知道把过你。我曾见过嘞，我见过，看见面帅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也白你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以后谁也去嘛，也就和睦了啊！是啊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来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这3个月呀，剩下几个字？哦，
真名名唤得牛，就是你不是。不是？好，我出妹妹子，我的冰冰两字去了啊！哎，什么叫冰冰啊？估计上个通考上是西方有上明白，可是完美之末，看妹见实错，许这个字起成美呀！这怕又是多算的呢。哎，是了师傅独断接他多年。哎呦，你听听，真聪明啊！哎，妹妹，你有牛没有啊？我没有牛，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之吧？去人身上都有。什么稀罕的东西？身体高下不准，万事灵不灵？我可不要这东西！哎呀，宝牛，孽障！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去摔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多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怎么去嘛？今天来两成千子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朋友，快点，不要朋友嘛！兄弟，我不要。朋友，当心你爹是他好。兄弟，老祖宗不是世上生的吗？这富贵家业，谁指望着你这个民间之女？我许我梦，今天我背离你，偏要到他一个伤口可便是大情女子，难得心相见了子。天上神，尽心能是应家母应深情更比张生啊子。看宝牛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文案写的不够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都是哪些书？那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进我看看。好妹妹，进一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你不要告诉人哦。哎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忙也不想起你。
倾国倾城的貌太子的五色大道，龙车声，银子烟吹迢迢，文章的娃儿气目人，我要到句句人面将你考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不比你几时儿曾看你，好妹妹你千万照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将你气。好，明朝让我在这个池子里，让那头鸟把我吞吃掉。那长生也公子可以开着丫头，那英英帮起人呀黄昏后，那红娘上称得我老夫人那为民，母亲的眼珠有馒头，我以为你凡事对。原来是个阴阳来相伴。你说说，你这个人，好，我也要告诉去。去呀，你去呀！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奈送给我，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香奈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那这是不仅人送给我的，是皇上撕下来的呢。是我穿的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不要你的香奈，要香奈，要香奈，要。你要不香奈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对我有为做有为心，还有什么金的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我们俩一做亲，一上山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才来的呀，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谁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怎要什么成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是为了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
胜利生之大计，为人正直，不可以不知。是以众人出于小子之门也。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，本想推戴及祖先，才受恭敬听教诲，一同下拉独分言。这儿名掉落的丑闻章，夺得我头昏目晕，实可言。送空踏上了金不罪，万法之后，这所以为本无人去当官。法官，法人哎，痛快！你的眉毛是谁一天的画成这个样？我自己画的，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可不了解，你就让我看看嘛。好，就让你画吧。哎，二爷，你画点我想拿我的包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好不是。有一天，他到园中来，见了5岁虎色连嘴的美头，他说：眉间色错，眼不是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水如鸟下肩膀，这一股丫头她是谁？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，一定会得罪人了吗？我偏偏要画得像林妹妹的样子。来。
谈得这么热闹，再谈江水什么呀？大姑娘，你看，他就喜子结交了朋友，喜子，这为得了什么事啊？二爷，老爷吩咐我来说话。是，假如是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整来，明日好会看，会看，又是会看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去！哦，哎，宝妃姐，你听我讲讲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的陪上，你是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能迎宾接客，所以嘛才叫你。我不必是个做中医生的说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这些落都门来光临。大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不愿意和祖父的人来往？而且我也和喜子结交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倒真要给一给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它来亲，财富相报朋友。常为十令，也该去回味做官的人，看江西仕途经济好哟本，要为谁此事做人真本领。应该把他关得去长进，怎能够不成也不公明？宝姐姐。老太太要玩国牌，这么生你，你去玩国牌去吗？什么？我难道专备人家玩国牌的吗？大姑娘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拿人家什么落动啊！你想，怎么令得老爷不生气你？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啊，大姑娘再属于来吧。我去看快递娘去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宝姑娘最好！哎呀，宝姑娘最好！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，自信一困呐，银魂呀！灵儿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应不知为怎么样哎。比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叫人敬重，何必帮人家身份了？林姑娘从来没是这些文章话，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唉，真想不到，这穷人归国之中，也会转上了这种风气。翻亮光景用一灯，三千四季最难。
去，你可死！天哪！奸夫，私立尊营之中，富贵功名之家，听出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，胸远难进。你不能为何家楼高登？恰与那哑女戏子结吻，风开了天高门楣，成四季。我们今日起革命，面将来是否将此举？母亲的当时母孽子，明在我今愿提出我们当时相了解，你将来什么祖宗？不真道，明白？夫人休敌此意，我养了你子无以不孝，不知今日既顾了他一句何欢？老爷，你都夸在我们夫妻份上，我也有办法，只有这一个念啥？朋友，我们娘让我这栋死了，我哪可爱的儿啊！都是你，朋友，都是你，朋友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拿他不可！拿证子来，拿证子来，老爷，拿证子来，老爷，你不是那是
娘亲，你与我放手来。老太太走。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我便自己走来。花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家叫我弄谁失去呀？老太太，这儿子此次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宗养宗。老太太这此话，叫我做儿子的，是我当得起。呸！一句话，已经还经受不起，他能生子，曾经的半路，心中已下多手，只怕死的，难道这永不是被讨你？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当年我像凤丫头这把年纪啊，倒是比他还强这样的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让我们家里4个女儿孙妻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！可多不及宝丫头哦。老太太，
话可是偏了。哎呀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是上天老祖宗在百里山放好娘好你。凤丫头，你等一会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几天说醒就乐一乐啊！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想吃什么都只管告诉我，好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，我自己太太难的，是让要她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真是言顺有顺，要是不言顺有顺啊，早就把我也吃
天去人生如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啊？我当年是谁？原来是这个横水夺命。哦，妹妹慢走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我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休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这两句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从江南从来到，宝玉是终日相伴空欢笑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丫鬟婆子包在到我情事脏脏闲闲来我但愿你撒开眼，我先想，我和你同坐起来，同上台，像一毛送生的情同胞。指望亲亲年年直到底，中间个我俩今年比真好，才知道妹妹陈大你心也烫。至今是你夹着眼睛把我叫。三朝之前不理我，是宝玉手稳落魄打
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确实的归位，怨恨难告。妹妹，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在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这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以你的意思是体贴不上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咋真的不明白我的话？难道我平时把对了谁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顾虑了？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怎能宽我一些，必是为好你。妹妹慢嘴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，这是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只可惜，可从来也不敢说。今天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心愿的。
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，又不该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也得为好你，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你是哪里的外人？你怎么？好心好意，我心
的是公子，那孙子好些再团吧。
姑娘，
不弄小口将细心机，数遍了字对把家己来，总算是东园倒是西园里，今日异乡一次飞，我此生得娶林妹妹，心知灯花并垂开，往日并去一笔去，今黑落日无影阿妹，从今日与你春日早起扎花灯，混一条灯把迷彩，天香并立观树啊，无语随影大长灯，从今日巧语教引问声问，世道断水分不开，这真是银无谁开终于红，牛郎织女情是为今天真是从古到今天堂人间，是第一件称心我意的事啊！林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好
久不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啊！李妹，老祖宗，你要温柔些我知道。咦，为我之间心不见自娟啊！他的生肖冲了，因此不来。原来是此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给了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套议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多情中的东问谁？须啥的新娘期待谁？多人欢喜你少吃啥？谁怨谁问？你莫安静。你是我杀，我是你才杀你。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王爷，我的孩儿，母亲。愿你俩相敬如宾，到发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不过知道，宝玉，老祖宗，你母亲的话，你可要记住哦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知道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们这个是下去了啊？下去啊！好，去吧。妹妹，你给了这个红给对呀？早日你年事不用，每日早不日你心底晨光光华灯。我的子女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会从外面瞅着你。现在，你来告诉我，上上说着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海奶奶呀！你真糊涂，新娶的海奶奶是谁？是老姑娘。老姑娘，林姑娘呀！你怎么问是去林姑娘来了？老爷这次去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是啊，去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去的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去的是宝姑娘。
是因为负责他人，什么？一直是都变了，都变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老祖宗传道授给众位才定，你快送信，快送信！林妹妹，林妹妹。我以为半夜好日请小姐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对神？为什么没问错把行花针？为什么掐掉金杯就来去？我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，宝姐姐灌醉我心上神。保佑，林妹妹呀，你定是七夕十分美，泪是滚水见那心。你们听，可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，你们可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，你们可能听到她的哭声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怎么样啊？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说。妹妹都已病了，孤病院一条根。黄秋雨把我们放在一间也好娘同病相怜，心靠
为啥也能曾相见，死了也哭，长途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我服从。只求与妹妹共死生。老祖宗，你就医疗我吧，你就医疗我吧，老祖宗，你医疗我吧。是你的大牺牲，历经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老祖宗，我知道，我求你们也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，宝兄弟，我找林妹妹去，宝玉，我找林妹妹去，宝玉，你。我找林妹妹去。林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
曾记得一红愿上了闭门啊，讲你是十不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啊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儿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藏想念，好容易攀登同往花中叶，每晚姻缘的心情，想不到林妹妹的人把你骗。
草场里风不成眠，你怕那生死上风大火双剑，大事情他不愿比你上九天。宝儿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吃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说什么呢？子娟，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姑娘病重做人哩，上边只有知心病，他这里是人我桂花三根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沉沦一天气，只听他恨声呼报哟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儿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
你快回去吧。
我的外甥女儿来了吗？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外甥女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你儿舅母，他去见过啊。是，见过儿舅母，不想了，外甥女儿这帮属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实不胜衣，恰是为何啊？外甥女是小肚病，是为吃完气便吃药，到如今了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吗？啊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我人人喜恰草，今朝平天为他我们这里有名的帕拉布，南京人所谓辣子，你叫他王辣子也是死了哦。辣子是你厉害的好子，有名叫做王熙凤。见过二嫂子，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！二娘，好一个美人！许怪我一双凤眼是这般美丽的人儿天下少。哪想过老祖宗许仙的外甥女，分明是牛天生了凤来宝。妹妹，收下，收下。妹妹，你自己来到这里呀。谁当作分女儿几句在花中，这家中的是女家中，你要且有用把嘴
今当手而至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吧。是。妈妈姑娘请我来。爹娘带来的那个小丫头太是能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头接了爹娘好使唤啊！老太太想得知道，请过林姑娘。怎么，宝娘到家庙去玩园？这本时候还不回来，也给娘她与妹妹见过礼嘛。秀罗，你去看看八二爷回来了没有？是。外甥女儿，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，我家三个姐妹道都极好，时常在一起也做珍惜。只是我有一件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宝女。还不快来见过你林妹妹呀！快去见过林妹妹啦，林妹妹。天堂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个情勇郎才女，知道家婆内草莽生情味，家奴内翻翻亲戚比手里。我曾见过嘞，我见过看见面上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也买你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以后谁也去嘛，也就和睦了啊！是啊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妹妹来，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这三个一年呀，剩下几个字哦，真名名唤爹娘，是你。不是，不是，好，我说妹妹子，我的平平两字去了啊！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估计在我通考上是西方有上明白，可是我没是我。看妹妹没见识错，取这个字去写成美呀，这怕有人多算的你。哎，是了师傅多算的他多呢。哎呦，你听听，真聪明啊！哎，妹妹，你有肉没有啊？我没有肉，你那块肉也是件稀罕之物，亲人身上都有。什么稀罕的东西？人的高下不出，万事灵不灵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哎呀，宝玉，宝玉，孽障！你生气要当骂人容易，何苦去摔你那命根哦？家里姐姐妹妹多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怎么去嘛？今天来了陈先生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玉，快带上！不要嘛！宝玉，兄弟，我不要。宝玉，当心你爹自讨好。兄弟，老祖宗不是世上说的吗？这富贵佳人，是知问之年，这个命根之年。
要到他一个伤口这便是大金女子，难得心相结了子，天上神，尽心能是应家母应深情更比高深此。有几全在此，但愿得心怀梦里不就是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闻、满腔的不过文章。你玩的这些你，都是那些书？那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进来看看。好妹妹，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你不要告诉人哦。哎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妈也不想起你。好妹妹，意思好不好？
欺负人，我要到举举正面将你讨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不比你几时儿曾推你，好妹妹你听我讲讲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的陪上，你是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能迎宾接客，所以嘛才叫你礼。我不必是个做中医人的说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这些落都门害王命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不愿意和祖辈的人来往？到了请我以无喜子，就叫朋友的道理。是他，这条真要给一给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它来亲，才不想到朋友。是今你常为这事灵，也该去回味做官的人，看将的仕途经济好哟本，要为谁此事做人真本领，理应该把他关得去长进，怎能够不成也不公明。宝姐姐，老太太要玩国牌，这么生你，你去玩国牌去吗？什么？我难道专为人家玩国牌的吗？宝姑娘，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动啊！你想，怎么忍得老爷不生气你？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啊，宝姑娘在属于来吧。啊，我去看看爹娘去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宝姑娘最好！哎呀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，自信一困呐，银魂呀！灵儿是宝姑娘，又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也不知为怎么样呢？比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叫人敬重。可是你帮人家身份了哈，林姑娘从来没是这些文章话，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唉，真想不到，这穷人归国之中，也会转上了这种风气。万两黄金用一灯，三千四季最难寻，非你文人心王三元此心。到他人，到他人。来人！
你的水渗到里面去，你可天哪！奸夫，私立尊营之中，富贵功名之家，听出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，胸远难进。你不能为何下落高登？恰与那丫头戏子结吻，封成了天国门楣，自己。我们今日起革命，面将来四国两四军。母亲的当时父孽子，命在我今愿提督空门。我们当时相了解，你将来什么祖宗？不跟到，你们，夫人休敌此意，我养了你子无以复效，不知今日既毒了他一句何还？老爷，你就夸赞我们夫妻本上，我也有办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朋友，我们娘儿俩我这栋死了，我那可怜的儿啊！都是你，朋友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拿他不可！拿人来，拿人来，老爷，拿人来，老爷。
你与我放手来，一千万朝我走一遭，我是有心将你弃。好，明朝让我蹲在这池子里，让那头鸟把我吞吃掉。那场生意公司可以开在丫头，那英英绑起人呀黄昏后，那红娘上村的我老夫人那为民，母亲的眼珠有馒头，我以为你办事对。原来是个阴阳那相伴。你说说，你这个人，好，我也要告出去。去呀，你去呀！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，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那这是不仅人送给我的，是皇上撕下来的呢。苏川都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不要你的香袋，要香袋，要香袋，要。你要不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也是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有为做有为先，还有什么金的、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我们俩也做起，也上山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才来的呀，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你？谁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怎要什么等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是为了我的心，难道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也穿得这样难过。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。
鬼，地动下啦多生言。这后面掉落的崔文章，不得我头昏目晕实可言。孙公他生了金不岁，没法子哦，这都因为把我来替当算。把人哎哭啊！你的眉毛是这一天的画成这个样，我自己画的，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可不要紧，你就让我看看眉吧。好，就让你画吧。哎，二爷，你画点我，我想来我的我的眉毛软的像灵骨一样，为什么？他老不是。有一天，他到园中来，见了5岁虎色连嘴的美人，他说：“眉间色错，眼不是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水如鸟下肩膀。”这也不丫头，她是谁？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，一定会得罪人了吗？我偏偏要画得像林妹妹的样子。老爷吩咐我来说话，假一声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。
老爷呀，也整来，明着好会看，会看又是会看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去！哦，宝飞机，老太太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我便自己走来。花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瞧我弄在失去老太太，做儿子的事事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宗养宗。老太太是此话，叫我做儿子的，是我当得起。呸！一句话，已经管进得过去，他能生子，真听得满如心中一下多事，是他死的，难道是永宗不死在考你？好娘，那不要，我自己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想冯丫头这把年纪啊，倒是比他还强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让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去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。
可多不及宝丫头哦。老太太话可失偏了。姑妈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是上天老祖宗在百里山保护娘好你。凤丫头，啊，你等一回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几天说醒酒乐一乐啊！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想吃什么都只管告诉我，好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，我自己太太难的，是让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姑妈羞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真是言神有声，要是不言神有声啊，早就把我也吃谁知